苏小姐，哎，对了，露露，你看见我表妹了吗？没看见少夫人啊？那少爷回来了吗？少爷也没有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忙吧。哎，苏妍希，你问一下顾西城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 回家了？嘛去？哎，你演灰姑娘啊？回家了？这么早走？回去造人啊？你们玩啊？哎，真走了？喂，真走了？没劲！我们家顾少怎么变成顾家好男人了呢？来，过去。小嫂子挺牛掰呀，居然连顾少爷都管得住。 怎么能让顾西城讨厌我呢？他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，我要不按照贺锦熙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我好想妈妈呀！贺锦熙现在应该已经成功了吧？ 省点体力。